签啊，包装到了签安就对了。啊，即项就对伊讲，咱如果就是讲，啊，就歹势来啊，你讲挂头吼，即嘛做无民主的吼，安尼，讲好啦，我签啊，我签，迄个人才，就是讲安怎？即摆迄个班我开过去了后，完入了，迄暝吼，我做一个恶梦，我做恶梦，什么恶梦你敢知影？迄一个牛条你知影无？迄牛条拢用伫块仔吼，微条的啊，边仔插迄个换插皮仔啊，微条安尼啦。啊，遮有吼，我伫内底啊3、4个要开记者会啦。啊，我徛伫对面啊，迄只有的对面啊来叫，我也无徛哪位叫。哦，迄只有两块就金福福咧一直看我，哦，我足足我来看我。我是惊到尾仔就咧叫啦，我这种阮老冲我对面了冲来，我性命无去安尼啊，哦安尼叫啦，我惊到鼻喘，惊我想伊若撞到我，跳对迄个地，迄个有条嘛滚吼，伊迄倒咧遮悬尔吼，惊一种精神病。我想讲奇怪，昨办迄个情况办，啊因啊拄着即个恶梦。安就对了，即我计紧吼，甲经理甲迄个运营总理讲，好，我专门设一个黑网吼，啊，咱昨个3个签口是做啥物？做啥物事业？我嘛毋知呢，伊嘛毋知咧做哪位就对啦，啊，毋知就毋知吼，到了礼拜搁开一个班，迄个礼拜开一个班吼，我无伫我个签来啊，爱你死。啊，因为了主班啦，啊，因为较结束，伊做一个结论当中讲讲，恁这个情况的吼，你若是讲监理、副监理、各位点来说，各位监理吼，用9年7所甲恁背书吼，你要情况较简单，你想吼，昨吼，啊，迄个情况了，迄暝，啊，副监理是忙即个黑帮对啦，我负责负责黑帮，安尼啦。啊，即摆就讲讲，啊，恁3个是咧，恁有啥物人要做啥物事业？我就讲问啊，就霸先，我就讲，迄个80几岁，迄个结婚，迄个吼，迄个查甫就举手起来，伊是咧台舞的啦。伊是咧台舞的哦，伊是咧台舞的。哦，惊一个，因为我无离遐啦，是因为甲我讲的，我伊咧台舞就对了。惊死啊！即个你也愈来，啊，即个。我惊一个吼，啊英明迄暝顿就是无声，我无声两日拢无声，我暗就梦起，迄只有咱就看目睭惊哦，你有想我惊到精神，啊惊到摕到手汗，你看我惊到，所以这两个讲起来，真可怕的物件，啊，毋知讲，咱遮拄着一个劫，啊，我嘛拄着一个劫，吼，拄着一个劫。但是总是嘛是爱功德回扬啦，吼，功德回向，所以道真、理真、天命真，这是一个袂当开玩笑的事情。所以咱今日每一个人咱真正进入这个情考的阶段，这叫做菩萨教。所以我这回开这两个班，叫做清佛的殊胜，啊，叫做菩萨班啊，叫做菩萨班，安尼就来。啊，所以遮。咱嘛非常爱认真，不过呢，因为咱继续啊，咱进前啊，咱经营第9分内底当中啦吼，叫做一上无上分。我一上无上分内底当中，应该今日咱会当做结束。要甲做结束以前，咱互先把这个物件简单啦吼，啊，就是一上无上分这个概念啊，先甲你讲一下，做讲一下。苏摩地故意温和，师多完民族事业，目的是让各方做人言不了谢尊。可以讲，师完民的一往来是不往来，是名师多王吼，师多行啦，吼，这个一个啊，头是一个吼，啊，因为这个师多行、师多王，师完叫做业流嘛，哦，咱知影叫做业流。啊，入不入色相向明确啊，就是讲你要得到阿罗汉的内底当中，伊叫做触体，对一个
甲2个、甲3个、甲4个压落，这是一站一站的战术。就是讲，咱今日要读大学，大学1年、大学2年、大学3年、搁大学4年，毋但通毕业，敢毋是安尼吼？到大学4年安尼对啦。啊，这呢，因为一个战术，一个战术拢无相像。迄个司徒环就是初稿，初稿就讲你要入到迄个初稿阿罗汉的初稿，迄个叫做司徒环。但是迄个初稿，迄个叫做入流，伊的名叫做入流所，叫做入流，入圣人之流。因为已经离圣人之血，伊毋是离凡夫，伊甲凡夫身已经无相共啊，已经要入圣人。但你要入圣人这个战术的当中，因为一定就是安怎呢？叫做五理数爱当，咱话较早讲五理数爱当，就是心结、边结、写结、建筑结、介建筑结，这爱当。啊，这个爱当了后，伊这是答我都入去初稿的这个阿罗汉。那二稿呢？当中咱嘛知影，这个二稿叫做司徒环，伊往来是往来寺庙司徒环，伊往来是民俗，因为咱嘛知影讲到阿罗汉，都袂使有哪呢？袂使有什么因素上，袂使有某上、因上、众生上、甲上者上，袂使有这物件。到有这物件，要进入阿罗汉的这个处地就无可能能入去啊。所以呢，虽然有叫做伊往来，但是是无往来。虽然有一个名往来之俗，但是袂使有一个往来之实。所以是名司徒环二稿。虽然到3稿当中呢，咱之前有讲过啊，到3稿当中呢，叫做阿那含。所以苏摩地苏摩地有云何？就是当时佛陀去问苏摩地。因为佛陀甲苏摩地是一个同期者，咱来讲，就是讲一个问，一个答，一个答，一个问，这两个就是这部金刚经的内底当中，咱常拢叫苏摩地，咱常拢叫苏摩地，规部经典拢讲这物件啦吼，这叫做动机对机啦。那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叫做阿那含。那第3个、第2个了后，较早咱有讲过，就是我本数。我本数就是37万字。我理数，因为伊咱而家讲较无遐深，但是我本数是较深，因为我本数就是论咱的心的内底、意识内底当中，叫做37万字，这叫做我本数。毋过呢，我理数较简单处理掉。就简单讲者，我过去有咧说者，比如外口你有一粒苗仔，你看你虽会当发觉到，我这有生出苗仔，但是你内底你有物件，你有共个细胞的物件，你发觉袂到，就参照讲咱人的细胞内底当中有一个叫做肺腺癌，迄个肺腺癌毋是伊阮当时。咱爱上帮点文书帮经理，因为伊就是当时去检查，因为因当时拢会去检查身体，去检查伊细胞有一个肺腺癌，但是迄个肺腺癌伊毋是有啥物状况拢无，就是因为伊迄种足细微的迄个物件去检查着，检查着安怎，就是要刮掉。但是迄个肺腺癌若好较严重来吼，我甲你家己感觉会扫，无效，你已经过去啊。咱来讲起来，迄更严重者，但是伊也袂发觉，也袂发生，伊就去杀掉，感觉有些物件是要刮掉。那刮掉伊当医生就是咧保养到什么无问题，就是 OK。这就是因为有遮厉害的关系。咱今日用这个来比喻咱的身体。讲你是须陀洹、须陀含、须陀洹就是你打入来的物件，因为你今日较粗，较毋是遐幼，所以咱讲叫做哪？伊叫做健血，
叫做属翕，迄个见翕就是离初果，属翕就是离二果甲三果，咱来讲起来是安尼。毋过呢，因为你若到二果三果，你若离迄个迄个属翕，就是咱拄则讲的，就是迄个我读书的这物件若无当，其实你都会变就困难。所以因咱甲你讲，第三个伊讲苏摩地有为温和，阿那含灵作是的。即个阿那含伊就是咧讲，即个本来是无本来，伊就已经毋免搁来一个咧世间，一个咧天上，一个咧来即个人间，伊就免就不来。但是嘛是因为是无不来，是无未当有一个执着来而不来。初果叫做一来果，不还果，敢是安尼？伊无有一个讲来不来，反正都伊有一个一来果，你嘛袂使执着一来果，安尼就对啦吼。伊犯出了执，就是一定某种思想已经走出来，就是袂使有这物件。所以咱来讲，不了世尊可以讲阿那含名为不来，阿那含这个名词就是不来，不来果，毋免过来天上，免过来人间啦吼。嘛无有一个是无不来，无有一个讲来而不来之相，是无不来。四个名阿那含，这叫做三果以上。当然，这个过去拢已经有讲过，就是伫这个当中，咱毋能够一直强调这个物件。所以呢，而且我就无一直在强调这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讲的会一个拖时间啦吼。所以呢，咱就针对本文来讲这个第四个，第四个。毋过呢，第四个呢，因为伊就是讲啥物件，阿罗汉。咱来讲阿罗汉道啊，对啦吼。过因为咱英啊，对这段做一个做一个结论啦吼。我讲一个，咱各位对我讲一遍吼。苏摩地，苏摩地，无为温和，无为温和，阿罗汉应作是念，阿罗汉应作是念，五的阿罗汉得福，五的阿罗汉得福，苏摩地言，苏摩地言，不了世尊，不了世尊，可以讲，可以讲，是无有法，是无一法，名阿罗汉，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若阿罗汉作是念，五的阿罗汉得，五的阿罗汉得，即为五人众生受者，即为叫五人众生受者。这就是因为咱四个讲四个阿罗汉嘛吼，伫咧佛陀一直咧讲到了这个四个阿罗汉课啦。那因为这个阿罗汉，咱若要来甲讲起来，这是这个印度的一个名称啦吼。这个阿罗汉梵语有分做三种，一种叫做实测，一种叫做应觉。第三种叫做无生啦吼，伊阿罗汉的本名就是有这个物件吼。那因为什么叫做实测？因为咱的六测爱失掉实道淫魔这六测啦吼，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品这六测那伫一些心意这物件当中呢这六根无清净啊，叫做测。失掉这无清净、无正典的物件，这个测就是偷掉咱的些物件，偷掉咱的清净嘛吼。所以咱人生来到这个世间是安怎，咱会就讨论下，因为咱就是这无正典，这物件咱偷去，使乎咱自性中内底当中袂公平。当然袂公平了后，这就是。咱就是无好的物件去用来，无好的物件对咱心情无好的物件，就叫做贼，叫做偷嘛吼，偷咱的正见，偷咱的正见，我邪见这物件，来造成了咱这个叫自性中，若要甲讲起来，迄个定乐，所以叫做实测。第二叫做应觉，什么叫做应觉？因为阿罗汉伊本身来讲起来。因为人要甲讲起来，因为
离佛教上咧，较讲起来，迄有一个去像泰国，因有一个叫做哪呢？去庙寺，因为咧做回向，因讲做回向啦，做出家，甲咱讲必求必求呢，安尼对啦那必求内底当中，伊入到内底，伊毋是一般顶的人，因一般顶就是把所有伊若要甲讲起来，要内底做必求呢，又要是咧世间啦甚至伫迄个内底当中，你的财产、你的金钱，拢一定要卸掉，嘛你袂使结婚钱。你袂使有囝儿仔事，拢含你囝完全关系，安尼你才会当入去即个庙寺。但是因为你遮呢，就是拢众生来应用互你，因为你去你上当时佛道，逆时不失时，着一起观，伊下位大成其实。有机声中处地刻意原本自发是伊是为大世出去负责而做，敢是因毋是无钱。因毋是无钱，因有钱，但是因袂使。你既然要入到庙寺修行，你袂使有钱。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毋通叫做乞食，迄毋是叫做乞食。乞食叫做乞食。乞食就是哪？就是一个真正足有地位，迄个事就事龙公上，迄个事就足高尚的一个人。你若看到佛教，你若看到有信徒，因为伊行对遐过了后，因为作者伊的信徒，伊的迄个优无离、优无善，就是善男子、善女离，因咧无出家，甚至一般顶的人，你若是用泰国，因透早出来了后，因就拜跪拜，伫迄个所在，等候即阵，即个求年，因即个师傅要行倒咧，供养物。即个和尚，所以因为因袂使有个人的事业，袂使有个人的有个人的财产。即咱有一个一贯道有一个教名啦我即有一个一贯道教名，即过去伫咧一贯道走出来，咱头捌听着一个叫做本色师傅啦本色师傅你现在头捌听着？即个单位是民间遐。即个本色师傅过去是听种基础的，从我袂使记啊啦，那基础来款。那伊即个人过去是做仙盘，仙盘家己有咧抓土机，家己有咧培养迄个基础就对啦。但是有一日个当中呢，因为伊咧得道来修道，当然咧得道来修道了，加上伊有基础，当然咧很灵活嘛。但是伊道场了后，敢若袂好势，应该是安怎我是毋知啦到袂当家出去伫民间遐，咱若伫民间遐一个山头足大伫迄个所在，讲庙寺丘真大啦，我想要遐看着啦内底当中呢，就是你若要甲本座师修行，你所有赚的钱，拢爱交伊内底，你阿某会当住内底。囝会当住内底，但是你阿某住内底，袂使住同一个房间。囝伫遐甲你饲，饲到高中，高中了后，你即马着家己去家己生活，着去生活。这我是看，这我是听着，但是因为我即回去到泰国的迄个外面边迄个美宿，迄个美山，遐有一位高亲，因遐有一间学堂，遐就是。咱台湾的本色师傅去开的，就是即个物件。即个物件因就是讲要学佛教迄种的，就是讲你若入来我遮修，你阿某会当带入来，但是恁某袂使，恁阿某袂使有家己的财产，拢爱卖卖来即个所在，甚至你食头路赚的，拢爱去到即个所在。但恁囝，因为庙方甲你饲到高中啦，我听讲饲到高中啦。但咱甲听下，咱即马即个台湾的教育啦印尼甲南面毋是免钱的吗？什么高中、初中印尼甲3年毋是免钱，那是免钱的嘛那是高中的钱啊，是安怎我毋知啦，那免啦
叫赚。所以呢，这我是听到啦。不过因为因安尼，伊就是即种的教义啊，差不多学佛教。迄种就讲，你若如果我这叫遁入空嘛，你入来当中啦阿某入来了后，我就千万去互你困，你，这个行过这边，去过那边，你囡仔就安怎互伊处理，这安尼就对啦所以咱会使讲，咱想咧学佛教的迄种方式。不过呢，迄个一贯都出去的物件啦，我也无方便去讲伊些物件，因为这个总个拢有当听到啦这是安尼。所以应用离佛教上就是讲，因为伊今日既然去出家，伊今日去拢总无伊家己财产，伊要出家一直个财产要管出来，所以就食庙宇，困庙宇，就伫遐做庙宇的代志，安尼就对啦。所以呢，因出来众生互伊遮叫做应用，供应互伊就对啦。第三叫做无生啦，迄个无生的内底当中伊就讲啦，就是讲伊毋免过来轮回叫做无生。因为阿罗汉伊就已经完成啦，伊毋免过来这个六道轮回所以已经虽然是小乘阿罗汉。要咱以前讲的讲三乘九品，上乘、中乘、甲小乘阿罗汉上的小乘一级。这三乘九品的内底当中呢，有上三品、中三品、下三品，这拢总毋免轮回这拢免轮回，这咱一定要知影所以呢，阿罗汉咱遮讲所谓的为温和，阿罗汉连续试验当然佛陀。就是咧问师傅地啦，师傅伫你的心意中如何啦？这个阿罗汉到阿罗汉道内底当中啦，都有一个试炼如何？试验这阿罗汉这个名无啦，咱一定要知影。而金刚经就是伊上，甲你看上，但咱变是上，用一个上阿罗汉的上位，但是你袂使进入阿罗汉的上你若进入阿罗汉的上。因五种四相都走出来，五相、二相、众相、十相走出来，所以一直袂使有这四相物件。所以咱来讲的时阵啦这个这位五相的这种学者，咱一定要了解这个儒学，后壁做一个注解啦佛的三法印就是咧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自性印，这叫做离佛的这个三法印。迄个印就是讲三种，迄个印就是讲保证，迄个印象就是保证嘛，就是印落迄个印象。所以咱若要去新生物件囡仔啦要领钱，这囡仔无当的，那安尼敢会当领钱？会当领钱伊这个佛教上的三法印，就是咧讲这个诸法无常印。诸法无我印，涅槃寂静印，这就是咧讲这意思。什么叫做诸法无我、诸行无常？这是安怎讲？伫这个世间的内底当中啦迄个绝对这个世间是一个无常。我请问恁各位啦这两日这个这个干那台风啦这是做无常的呢。咱社讲出话讲安怎？这是影响谁来呢？这两日时来迄个台风可能无咧管理好人，歹人的啦安尼对扫咧到地当中，迄个出来我听阮地我咧讲的阮迄个大路啦，一支铁出大支，迄一支铁大支怎吹到对大路中来？迄铁规支铁怎吹来若我人爷安怎？会扫的。性命袂，砍北拍落来。你想讲的时阵讲阿爷一个砍北讲杀到就前回个头前，若肯定性命袂对不对？是因咱社无人咧，台风来台风美丽遐底，所以诸行就是讲，你所有世间一切的行叫做诸行，诸就是代表一切，万人叫做万行，你会听好一切行、万行、诸行，拢会当共一句话咧讲啦所以因为佛教上因咧讲的因的形式，那用出来当中你嘛听啊出啥去？诸行
一切言万言拢共一个言就对了吼。所以是讲做这物件，诸法无我也，因为诸法无我，你无法定事相，我定事相爱空，法定事相爱空，空定事相爱空。但是咱伫过去伫第六本就讲起来，肉身处相，即着我人种实者；用处法相，即着我人种的实者。何以讲？用处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实者。你特别吸自我所法，如法如者，我想印象不无法，印象来讲嘛。若安尼当你诸法无我因，咱较毋对嘛。所以这个法对产生真怪啊！咱听无？这个怪啊，是一个功夫。这个怪啊，你若会行，行到会好势，你敢袂着去怪啊？啊，你这个牌啊，若对这个华顶，对这边厝门口彼岸，对厝门口彼岸到，你敢袂着坐牌啊顶？迄是一个方法。其实若要甲讲起，你今日去学法，因为学法上界行着行来法宗，行来安怎法宗？因为佛陀若讲法，啊，你是七妙法；佛陀讲法，你是七味法，安尼叫做四味法中问题。你食感冒药啊，对，感冒食感冒药啊，你好啊，要继续食感冒药，你是四味感冒药中，敢是安尼？食到袂好，哎，是，是啊，你是用你的身体好就好啊。哦，所以这个诸法无我，你到尾啊，佛陀讲遮济法，伫金刚经21分内底当中。伊个无说所说法咯，迄是我不讲，我是方便讲，哦，无说所说，无说而说，啊叫做方便说，咱听无？无说而说叫做方便说。其实咱要甲讲起，上界悬的法门是哪？你会如是，我就如是。咱咧过去常咧讲就是故事，啊，这个故事就讲，哦，有一日，迄个哦，这个上师啦吼，啊，这个上师透早就要拜见，啊，一个方丈啦，方丈就是庙师主持啊。毋过去个当中咧，庙师主持我无伫个啊，都是学堂啊尔啊。哦，就讲，学堂啊，你师傅有伫个？无啦，啊，若无伫个，啊，就我有伫个，有啥代志甲讲，啊，你囡仔若太捌一个哪？伊讲我人虽然细汉啦，但是我心是无死，安尼对啦吼。毋过呢，这个上师伊嘛有了解一寡哦，这个佛法地讲咱讲名师会出高徒，啊无就对这个囡仔甲毋看歹啊，哦安尼，伊就甲比一支吼，甲比一支啦，迄个囡仔甲比5支啊，伊甲比3支啊，啊伊囡仔甲比到目睭前，迄个上师规个。啊，拜拜咧吼，怎走？无怪讲迄时阵啊，名师出高徒，安尼叫做人不刷自刷啦，安尼听有吼？比别人就知影。我咧问伊吼，伊修为我问你上师，你的修为如何啦？伊讲伊修到5界阶段啦。我讲你修到3界就对啦。伊讲伊修到3界就目睭前啦。利气枪，咱修的是只晓得利气枪。哦，安尼，那因得地法，迄讲着一句来一句去，毋免啦吼。毋过啦，倒来当阵方中倒来讲爱笑，所以讲迄个学堂啊，含迄个上师咧比来比去咧，比什么意思？伊嘛看无，来就讲啊，啊你是拄则含迄个上师咧比来比去，啊是比什么意思？迄个吼，迄个师傅吼，做无良心的就对啦。你问讲咱的豆腐吼，啊一袋偌济钱？讲咱豆腐一袋5块银嘛，你还出3块啦？我讲你遮无良心，啊我嘛毋知伊走什么意思就对啦。安尼听有意思无？伫迄个武算二算的内底当中，人伫食毛利啦，啊袂食千万里。伫食毛利哦，一部超哦，啊袂食千万里哦。金刚经的法义上就是要互你智者。啊，一部超啊袂食，你着多少半分机尔。所以讲诸法无我因，这个诸法是一个方便法，诸法毋是一种法。所以你要完即种涅槃之境，
到尾啊，内有不生，盘而不实。哦，极叫做常照，极叫做常照，静叫做常定。你达到这个意境的内底，极有常照，没有常定，这个意境，这是这个绝对。那我讲你佛的三法内底当中，咧有这个物件。但因为咱拄则咧讲的就是，苏摩地归温和，就是咱第四个阿罗汉这段当中，红的拢就是伊本分，咱从头来甲解说。讲苏摩地，你的心理上，你会看安怎？阿罗汉名作是灵，我见到阿罗汉的是吼，有所谓阿罗汉的这个念头嘛？哦，这个话真有这个意思。但是我对阿罗汉的佛，就是讲，因为苏摩地，因为就甲佛就讲，伊讲我已经这个阿罗汉啊，佛了，我无这念头，因为已经经过伊经过初果、二果、三果落来，伊遐毋知影，伊足清楚的啊，所以伊就直甲讲啊，我无这念头，所以呢，阿罗汉就应该无有这念头啦吼，苏摩地。佛了世尊，苏摩地讲，佛了苏摩地，吼，就说世尊进到阿罗汉就绝对无这个念头。可以讲，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三界见迄个事业内底当中，就是咱拄则讲的阿罗汉，吼，你见迄就是咱拄则讲的讲叫做五顿数，但是事业就是叫做五顿数。啊，建立叫做五理数，因为这叫做实数，就咱过去我讲过，而这两个内底当中演变了实数，而这实数的内底当中，一等初果、二果、三果这两爱等，但拢证着阿罗汉，伊的这个本位，所以三界建立个属于咱华遮有写出来。哦，阿罗汉已经断尽啊，断尽当叫做无生，你这无当伊。我不断，人我不断，我不断，人我不断，啊！这我不断，人我不断，那安尼去证着无色，你嘛带计较甲比较，相当不袂煞。哦，这个反向积极的物件。那既然你证着无色的为三界一切，拢袂生不生，哦，然后有一个阿罗汉，所以这个法呢，实无根本。是无一个叫做是无有法名阿罗汉，意思就是讲，这个阿罗汉是一个方便的假名，方便的讲，根本无有一个实实在在阿罗汉法。为这个实实倒转来，咱现代拢有一个名对不对？哦，你叫菜包面，你叫什么拢是，但是又有这个菜包面嘛？来到这个世间的菜包面，要袂有菜包面进前，到有一个叫做菜包面，我无后起来咱若认为世间这个菜包面如何，这除掉啊，都有一个菜包面嘛。好，那安尼，你是来到这个世间方面，因为阿罗汉就是产生这个方便的设定，但是你一定阿罗汉的一个各有三个到阿罗汉的这个官位，若无有一个名称，甲你讲这个官位，这个位啦，你个唔知人收。但是要甲你讲，佮证明这个物件，毋但毋只，咱佛陀当咧甲阿罗汉，当咧甲这个叫苏摩地讲，要甲看这个相，阿罗汉袂使有这个阿罗汉相。别人讲，因为咧因经过初果、二果、三果啊，有这物件，已经大拢清清楚楚啊。因此，今日得到这阿罗汉法，阿罗汉已经证入无生啊，就是这个法，就是若有这个法，这个毋是叫做有生法。你若有这阿罗汉这个名啦就爱做有生，就爱做有一个哪呢？有一个有就做一个，无就做一个，有这个原对法就起来。所以伫这个时阵，这个当中啦，咱我即写，而且还有一段爱解说，前面拢是证苏罗汉、阿那含，这个三个咱头前写了苏罗汉。这内面讲着阿罗汉，所以而且证着阿罗汉，这叫做果，这个叫做果，这个叫做果，这个叫做得，有这个叫做得。到第四果，伊就讲叫做果，伊叫做得。这内底当中呢，
咱互我有看一本册啦吼，叫做即叫做心印所内底，伊为什么会讲叫做道呢？伊就是讲伊进入佛的即个角度吼觉道，因为对异性人来讲起来，除了四果，其就是佛啦。但即种解说是敢若无足恰当的吼。咱就感觉，因为即个小成绩，啊，佫有咧执着很厉害吼。伊执着指定的，咱讲叫阿罗汉果，但不能成佛，因为小乘、中乘、甲大乘、甲佛去，你袂使讲除了四果了后去就佛，袂使安尼解说去。因为四果内底当中，毋是参像菩萨，因为四果内底当中，就咱我拄则讲嘛，爱行过四果嘛，但咱证着道嘛，但证阿罗汉嘛。那安尼我请问，离菩萨，伊要证着菩萨。伊要证着52菩萨位内底，咱证着菩萨呢，叫做十善、十诸、十回向，啊来呢，叫做十诸，即个十善、十诸、十行、十回向，啊来叫十地菩萨，对不对？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到来顶到庙塔来提干好，对不对？啊，到初地到42菩萨位过，到50个菩萨位的初地。迄叫做见佛，发见佛地，迄个开始叫做十位，离头前叫做权位，权位啦，你听有意思无？阿罗汉离初果、二果、三果叫做权位啦，阿罗汉道叫做十位啦，这个概念你有无？啊，所以你若知讲这个概念，阿罗汉道。离阿罗汉的上悬啊，这个叫做十位啊。离菩萨的内底当中，菩萨哦，因为伊有十善、十诸、十行、十回向，啊来十地已经行过这已经1、2、3、4，一、两、三、四。40个位过啊，对不对？十善有10个楼梯，十诸有10个楼梯，这个十个这个十行有10个楼梯，十回向楼梯，对不对？这经过40回啊。第40回当中的第41叫做初地。但是你这个40个内底当中，这叫做权位啦，权位。但是你这个41开始过来，这叫做菩萨的初地，叫做十位。安尼听有意思无？所以伊离这个1、2、3、4，这暗是落去十位，这落去权位内底当中。所以阿罗汉的初果、二果、三果，这叫做哪？这叫做权位，这叫做权位，这袂使讲离到这个道来。阿罗汉倒来叫做十位，因为离小乘上悬的啦，离小乘的上悬的，所以离四果小乘阿罗汉的内底当中，到了这个大乘法相相内底当中个微小向大，所以了解人可以成佛，在这个可以在这里可以怎么讲微小向大。这咱当时经文我上内底当中已经有讲过，因为这1250人，1250人去，这人伊过去拢学迄个外道啦。啊，外道你不要经文中看为上，够可能。那经文中讲，如是我们一时不在孝义城，以求急波道完，以大必求助得。1250人福报，内底太着要加一个大必求助得，大比丘，去大，太要加一个大比丘，这个比丘，太要加一这个大，这个物件咱来知影，因为小乘人，外道人是袂当叫咱经文中好会上内底。毋过佛陀为着要方便接引即阵人，
伊特别甲加一个叫做爱，叫做回小向大，无伊无资格，就参讲即届，即届，即个也做，咱咧，我入泰国，要入迄个两港的迄个学习班，拢参考要上，但是因为有3个，就即届要参考，伊约过参考，但是因为伊隔日就要参考啊。毋过伊无资格我入即个班，毋过我甲道长讲，我因问仔载要参考，入参考院，恁今日这3个我入即个菩萨班内底，互因入即个参与内底，所以现在当把迄3个我入了即个菩萨班，伊才有资格参加60个的参考的道场内底，迄就是即个原因啦。所以咱今日就是咧讨论是讲即个原因，是安怎今日迄个小乘的最伊上介伊的小乘最起果，因为1、2、3就是3果嘛，最起果就是4果嘛，对不对？阿罗汉的4果嘛，毋过迄个果不得落来讲叫做果啊，叫做道。咱来讲起来，小乘上上悬迄个位，这个道嘛叫做无学位，会叫做无学果。前面有学就是更加有学识，但是前面叫做得果，叫做分位之果，到后壁来叫做最极位，叫做无生之道。安尼听有无？就是讲头前，咱今日大学4年对不对？你定个修学分嘛，1年、2年、3年，甚至修学分。你大学学分若修无过，你会当毕业袂？无袂当毕业，赵老师就而且，到时伊就出了个，迄个学分修无过是袂当毕业的呢，袂当互你到本的呢。安尼啦毋过呢，伊初果修无过，2个修无过，3个修无过，第4个阿罗汉会当得到道咧。因为你得到就是别人摕着文凭啊，摕着阿罗汉的小乘的文凭啊呢，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因为而且大乘，伊甲来讲无学位，无学位也袂位，也叫做无学果，爱做继续学。所以前面叫做有学，1、2、3叫做有学，有学就是爱更加学习。前面称为叫得果，叫做分位。初果、2果、3果叫做分为之果，不能说伊得到最极位的无生之道，上阿罗汉得到这无生之道。所以初时爱学果位，后壁当叫做证到最悬的极位，叫做阿罗汉起无啊啦，起就是菩萨迄级起啊啦。要等到啦4果到3，会当得到了真正究竟对的道法，就是究竟阿罗汉。迄个解迄个解脱法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有究竟，一个无究竟。所以人家讲，究竟之法，这就是讲一个有究竟，甲一个无究竟的意思。分赞叹一个究竟之果，称为叫做道。究竟之果3头前1、2、3叫做无究竟，听啦因为爱做解释一个后壁，这叫做究竟。因为你后壁头前这3个过来到后壁，这叫做质量，这叫究竟之法。后壁迄个分类，头前叫做实位，这2件是叫做无生的法，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实是有的阿罗汉，这是安尼来甲你解释的那因为今日当中啦伊讲世尊。用阿罗汉作事业，目的阿罗汉即位无上人上这种形式才上。这就毋免讲啦，这大家就知影啦伊讲师傅但是阿罗汉不做事业呢，我今日去这阿罗汉他如有做事的事业，我伫这都有我定事上啊。过去金刚经第3分，就讲啊，若菩萨有我上人上这种形式才上甘许菩萨啊，敢是安尼？阿罗汉嘛袂使有这个我定思想，所以这拢袂使有执着，所以伫迄个当中啦阿罗汉要做事业，我今日阿罗汉假使有做这个事业，
咱就有思想起来啊。那怎样这个阿罗汉果？哦，我认证阿罗汉果所证啊，伊一个是临证，甲一个所证。临证甲所证，临证甲所证叫做临所，一个叫做临证，能证。然后是阿罗汉，一个叫做能证，一个叫做所证，一个就是所证。啊，这个临甲所就是讲啥物啊？这个临证就是讲叫做我相，啊，这个所相就是叫做哪？人相。安尼听有无？一个临所就是我相甲人相后壁就叫做哪？叫做众生相，后壁第三句就叫众生相。哦，第四句呢叫做受者相，受者相。哦，那安尼有一个临证甲所证，就是已经思想就走出来。哦，我经思想就走出来。所以咱而且咧讲讲，阿罗汉有一个临证与所证的差别，就是众生相，积极不懈叫受者相，四个相合起来叫做五执。有五执不断，怎能证出个阿罗汉呢？既证出个啊，一定证阿罗汉。哦，一定爱断了五执。要听到，既然断有五执，绝无有五定思想，无有五定思想，怎能能作实验呢？靠在作实，有念头就五定思想连内底啊，连五方方空调也随在作实验。哦，所以呢，迄个实验就用无去啊。尾啊，最后一盘啦吼。那这盘咱大家来读一下吼。世尊，世尊，不说我的无尽三昧，不说我的无尽三昧，人中最为第一，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利益阿罗汉，是第一利益阿羅漢。我不作實驗，我不作實驗，我利益阿羅漢。我是利益阿羅漢。世尊，世尊，我若作實驗，我若作實我的驗，阿羅漢道。我的阿羅漢道。世尊，世尊，即不說。這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依須菩提依須菩提是無所行，是無所行，二名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哦，這段當中呢，咱大家要先了解一下，就是因為須菩提嘅爭論起來啦，爭論起來啦，吼！因為須菩提摕自己來做證明啦。過去佛陀弟子中啦，用功好嘅佛嘅弟子，佛陀攏足讚歎，就參照咱一般上啦，吼！哦，啥物人認真咧讀，啥物人無認真咧讀啦，吼！而老師咧教冊，啥學生有咧拄久對學生無咧拄久啦，都會老師攏會讚，差不多安尼有得的東西啊，所以讚咱弟子也是要安尼啦，吼！過去佛陀弟子中用功上好嘅，佛陀攏讚歎。佛嘅弟子中有真濟，伊嘅弟子真濟特殊嘅啦，吼！而須菩提說啦，世尊，你讚歎我是須菩提，是無盡三昧，換語來講叫做正定正修啦，吼！這個物件啦，吼！這個物件你先了解一下吼。我的無盡三昧，無盡這就是爭辯嘛。迄個三昧叫做哪？叫做正等正受，毋是三昧哦，三昧昧，三昧毋是美昧哦。那以佛陀，這個佛陀的這個三昧，這個印度語言，翻做咱中國叫做正等正受，叫做正定正修啦吼，正定正修啦吼。換一個來叫做平等，因為伊無對立，伊絕對無對立。哦，安尼對啦吼。你達到你這個無盡，你達到無對立。伊是一個人中做的第一，是第一利益啊！
而这段话内底当中啦，是佛陀对苏摩地特别赞叹的一句话啦。伊安尼讲呢，因为苏摩地若咧甲讲起来，伊当时是解放地的苏摩地，所以呢，伫迄个内底当中，伊才咧好好解说苏摩地无尽三昧是凡，我哋中国话叫做正定正修。迄个正定，迄个正，咱一定要了解啦。我常咧讲，迄个法的内底，你会看入仙甲正，这个完全无啥。仙法仙就是对立，仙就是一个恶就是叫做对立，但是正伊无对立的物件，比如讲正业、正思维、正悟、正业、正命、正精进、正业、正定，但是因为这个佛的八正道内底，一直在正，迄个正换一个解释叫做平定、正定、正修，伊解释叫做安尼，无有物件咱个人对立的，无你食好一个歪来对立，无这个道理。所以因为这句话内底当中，就是咧反映着叫做正定正修。因为一个人到无精三昧，就是你达到世间的人，你完全达到完全平等，无对立的物件。所以三昧是凡夫叫做正定正修。我得到无精正定，无精就是未起了，精就是语言发心争论。佛陀赞叹我是一个佛，我所活地得到无精三昧，有只。这是佛当时赞叹。佛赞叹说的是一个无精三昧，无精安住于安住于空的道理，依佛无精，因为伊看到什么物件内底当中，毋是人动物、事物，而在人类内底当中，伊绝对袂去争辩这物件。这若要甲讲起来，这已经是真权的物件，毋是毋捌伊足清楚的但是伊袂去起了有对立的物件，是好对立的物件，完全的意思。比如讲，我看到一只鱼，我伫新的世界，我有甲你当作小鱼。我看到只猪，我心无分别，你是猪因为伫我的心的世界是正定是正修，你嘛是一个人你嘛是一个人，我嘛是一个人，这个意境所有动物内底当中，因为伊是正定正修，伊无甲当作伊是动物我是问咱各位，你今晚看只鱼安尼讲，有，看只猪，看只鸟，敢是安尼？你随分别出来，敢是？我能看到了，当下看到人无这个心这是因为咧讲的意境是足悬的意境啦叫做无精安尼。空的道理，甲依佛无精，甲一切无精，无精三昧安住于空的道理，甲依佛无精的上定自在。看到物件如啦，那安尼我请问咱各位，敢有得坐上？敢有得上定？你本来就做上定，你本来娱乐世界，你叫做生活上，你叫做自在上你就要去坐好一个大咧上定，若安尼当中呢，坐到尾后，跟你攞出问题。其实迄个上定，伊当时佛陀就讲，离心上出，离自上执，自上执，自上主，就是执着伫迄个上定的内底，迄个执叫做执着。金刚经的第14分。你后壁佛陀安怎讲？若菩萨心自于法，如人入暗；若菩萨心自于法，行于布施，如人入暗，即不能所见。若菩萨心不自于法，有人行于布施，有人有我，日光明照，见照了色。金刚经24分后壁一段话，佛陀讲，伊讲若菩萨，听好，你这是菩萨，心自于法，做就是执着嘛，自于法，你就是行自法，
做个行过死，有人入暗，就惨着即个人入去一个暗色的落底当中，你咧受千的刀啦，你咧受千的刀，即句话甲你讲就是安尼。若菩萨心不足于法，若菩萨心不足于法，行过死。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将日色，就参像一个人有目睭，日光明照，迄时日光明照，见将日色，所有物件你都无了解。这个意义就是讲，你今日你来执法行为过失，就参像你受千的刀；你若不自发而行为过失，就参像你受光明刀。这是我地方经24分你家讲。所以今日你受学到到吧，要达到无尽三昧，伊离迄个有空的道理，但一稳无尽。但是咱家己做一个自我内观，咱家己观看咱家己迄个心有执着这物件无？咱要较详细，那是对啊，无执着的。我现在咧问下就是讲，你无执着人举手，无人举手，除了毋捌咧举手啦，毋捌咧举手，毋捌咧听我即句的人咧举手啦，听捌的人毋爱举手。真正尤其是这个末法时期，你末法时期斗争时期，这